Hello 各位，雜不楞嘅老友，感謝你哋嘅支持，特別係講廣東話嘅香港人。今日我哋要傾一啲好沉重，但你一定要知嘅嘢。2026年嘅今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老共。我哋回頭睇過去嗰30年，好似一場夢咁。由1990年代嘅大開發，到2000年代加入 WTO 成為世界工廠，再到2010年代嘅互聯網爆發。中國好似掌握咗財富密碼咁，創造咗世界史上絕無僅有嘅東方奇蹟。但係奇蹟係有代價嘅。今日我哋見到嘅係一個巨人喺度還債，房地產爆雷，人口大崩塌，社會失去咗嗰種敢死隊式嘅冒險精神。最令人憤怒嘅唔係經濟差，而係嗰種唔公平。點解你勤勤懇懇供咗半世樓，最後換嚟一堆廢墟，仲要被銀行追債追到天涯海角？點解官方數據話有14億人，但街上面嘅細路越嚟越少？今日我哋由數據出發，拆解呢一場轉型痛入邊最血淋淋嘅真相。第一章，房地產毒癮，2000萬個破碎嘅家庭與斷頭態嘅荒謬。老友，講中國經濟一定要講房地產，因為佢佔咗中國 GDP 差唔多30%。但呢30%係用無數普通人嘅血汗築成嘅。一，爛尾樓嘅天文數字，6000萬人嘅噩夢。根據2024到2025年嘅多方數據，包括野村證券嘅深度報告，估計中國目前未完工、處於停工狀態嘅爛尾樓大約有2000萬套。你諗下，如果一戶住3個人，就係6000萬人受影響。呢6000萬人唔係數字，佢哋係攞住6個銀包，兩口子，雙方父母嘅積蓄抌落去，最後換嚟一個水泥空殼。二，房企倒閉潮，500間巨頭嘅謝幕由恒大開始，碧桂園、融創、佳兆業一間接一間爆雷。過去幾年倒閉或者陷入債務重組嘅房地產公司超過500間，呢啲公司以前係大到不能倒，依家係倒到冇人理。三，斷頭態，全世界最唔公平嘅經濟奇觀啦。呢度我一定要同大家講講乜嘢叫做荒謬。喺正常國家，如果發展商爛尾，買家可以停止供款，甚至拎翻首期。但喺中國，法律同銀行係站喺一齊嘅。層樓變廢墟，供款唔可以停，層樓未起好，甚至停咗工，買家依然要每個月準時供月供。如果你唔供，銀行就會將你列入失信黑名單，精準收割。你冇咗層樓，冇咗首期，仲要每個月將人工嘅一半交俾銀行去供嗰個唔存在嘅物業。如果你唔供，你仔女唔可以讀好學校，你唔可以坐高鐵，你嘅人生會被社會信用體系徹底封殺。呢種係對中產階級最殘酷嘅收割，亦都係點解大家對未來徹底失去信心嘅原因。第二章，人口紅利嘅騙局。俄羅斯專家造假數據與一胎政策嘅歷史負債。講完錢，我哋講人。數據可以造假，但子宮唔會講大話。一，消失嘅1.3億人。俄羅斯專家嘅驚人發現，好多人問，中國官方一直話有14億人，係咪真？其實好多國際人口學家，包括一啲同中國關係幾好嘅俄羅斯人口專家，都提出咗質疑。佢哋係點樣分析嘅？佢哋唔睇官方人口普查，佢哋睇食鹽銷量、耗電量、疫苗接種數據同埋衛星夜燈影像。結論，佢哋推測中國真實人口可能只有12.7億到12.8億，比官方數字足足少咗1億幾。點解要造假？因為地方政府需要人口數據嚟拎國家撥款、教育經費同醫療補貼。呢個係一個由上到下嘅數據泡沫。二，歷史嘅失誤，一胎政策嘅蝴蝶效應。呢場災難嘅種子係喺1979年種下嘅。當時嘅決策者以為人口係負擔，搞咗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嘅實驗——一胎化。421結構嘅崩潰，呢個政策導致依家一個後生仔要養2個老人家、4個祖父母。呢種負擔令到後生仔根本唔敢生仔，形成咗一個死循環。3000萬剩男嘅威脅，因為重男輕女，導致依家中國有超過3000萬適婚男性係完全揾唔到對象。呢啲剩男冇家庭冇牽掛，係社會動盪嘅最大隱憂。
3. 出生率跌穿生存線。2024、2025年，中國出生人口跌穿800萬關口。你要知喺1960年代，中國每年出生人口係2000幾萬，依家縮咗2/3。呢種崩塌速度係人類史上未見過嘅，比日本、韓國仲要恐怖。第3章，習性嘅差異，點解西方人敢使錢，我哋只敢存錢？呢度就係你講嘅中國人同西方人喺骨子裏嘅唔同。呢種唔同唔係因為文化，係因為安全感。一，西方人人生係一場體驗。美國人儲蓄率好低，好多人銀行戶口得幾百美金，但佢哋敢去旅行，敢換車，敢食大餐。點解？強大嘅托底，因為佢哋知如果失業有失業救濟金，病咗有醫保同福利，對未來有預期，佢哋信制度信聽又會更好，所以佢哋敢透支未來去享受今日。二，中國人人生係一場逃生。我哋中國人存款創新高，140萬億人民幣喺銀行，但呢啲錢唔係財富，係救命錢。3座大山嘅壓迫，醫療喺中國，一場大病可以令一個中產家庭喺1個月內變赤貧。銀行嗰幾十萬係準備俾手術費嘅。教育雖然話雙減，但係競爭更隱蔽、更貴。養老、退休金系統面臨枯竭。大家知要自己顧自己。習性嘅形成，中國人存錢係因為極度缺乏安全感。當一個社會冇社會福利托底，每個人都會變回原始人，不斷喺山洞入面儲糧。呢種防禦性儲蓄令到內需完全死火。你叫大家消費，大家會問你：萬一我聽日病咗，邊個救我？第4章，創新嘅枯萎與冒險精神嘅死亡。最後，我哋講下最令人痛心嘅，呢個國家嘅靈魂喺度萎縮。一，輿論控制殺死咗雜不楞嘅諗法。創新需要試錯，需要唔同，但依家嘅環境要求係整齊劃一。當一個後生仔拍條片、寫篇文都要諗過度過 ，can 被舉報 ，can 踩界，佢仲邊度有精力去發明新嘢？二，國進民退冒險家嘅離場最聰明、最有錢嗰班人，好似馬雲、馬化騰嗰一代，依家喺邊？一係隱退，一係去咗新加坡或者美國。當一個社會嘅冒險家全部離場，剩低落嚟嘅就只有保命同順從。老友講咗成4000字，我只想話俾大家聽，奇蹟嘅時代已經結束，依家係存量競爭同還債嘅時代。唔好被數據呃到，睇清楚爛尾樓背後嘅家庭，聽清楚數據造假背後嘅哭聲，守住你自己喺呢個大時代嘅轉折點，保持清醒，照顧好自己同家人係最重要嘅事。下一集我哋去南半球睇下阿根廷，點解米萊敢用休克療法？佢點樣將一個病入膏肓嘅國家由死神手上搶翻嚟？我哋下一集見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幫我哋點個讚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訂閱。